兜咗一圈，目的好似達到咗。西決第4場，馬刺大勝雷霆，將總比分追到2比2。第3場嘅失利，雷霆留低2條題，點防亞歷山大，替補陣容點樣去匹配。正如上條視頻分析，馬刺確實冇高位再去高度咁樣夾擊亞歷山大，但馬刺教練團隊睇到更多，佢哋似乎覺得正因為對亞歷山大包夾太過用力，導致咗放空咗外線，咁就先從對亞歷山大防守呢一點去變，唔係唔夾，係真假間隔，真少假多。先單防，當佢進入罰球線，協防球員靠近，先係靠近而唔夾，重點係防突破。亞歷山大有2種選擇，又分為2條支線任務。當佢射，咁單防球員咧會拉直自己身體去逼近佢，然之後將自己還原成一個圓柱體，盡量影響而唔犯規。射得入冇辦法，至少可以消耗到。當佢用速度去突破嘅話，可以擋就擋喺面前，但係唔好勉強，因為雲班馬上會過嚟補位。如果雷霆將個球轉移到另外一側去打錯位呢，呢個就係馬刺嘅成果。雷霆用大量手遞手順便擋，持球人正面發動會有人走底線拉到3分線外，呢個係一瞬間嘅換防，跟唔切就會有機會再轉移，雷霆會有位置主動權。一見手遞手逼唔過，馬刺即刻換防跟進外彈嘅球員，亦都有換唔切嘅回合，咁雲班都會去撲3分波。呢一場馬刺嘅防守咧，既有彈性，亦都有對抗，呢個就最大限度咁影響咗雷霆嘅3分命中。而之前雷霆替補席得分高，其實靠嘅就係3分。咁當然啦，諗得再好，其實都係要睇執行嘅。馬刺嘅霍斯下巴身體狀態好似好咗少少，咁卡素嘅持球壓力就少咗好多，可以專心衝框同埋掟上天嗰度揾雲班，失誤自然都少咗。後衛群活力恢復，到達率高咗，咁雲班內線嘅空間自然就多。而喺雲班落場嘅時間段裏邊啦，馬刺再激進一啲，雲班遲啲收工，早啲開工。第一節2次上場，先打9分鐘，唞2分幾鐘，然之後喺哥尼特上場呢一段啦，去保證有卡素同華素在場，對籃筐有持續攻擊。輪換陣容當中咧，經驗較淺嘅卡塔拜仁嘅表現咧會有啲起伏，咁就用老將班斯去幫一幫，佢2個分一個輪換角色，主打減少出錯率。雷霆呢一場咧都有佢哋自身嘅問題。冇咗謝倫威廉士同米曹之後，多特同卡路素過早犯規困擾，打亂咗雷霆嘅輪換部署。戴諾特唔會睇唔到，馬刺嘅換防策略係針對雷霆嘅就近傳波，咁就意味住下一場壓縮防線之後可以去做大轉移。但係咁樣對亞歷山大嘅傳波能力係一個考驗，而且馬刺仲有搶斷高手下巴喺度。不過兜咗一圈，目的好似達到咗，雲班已經開始撲防3分。點樣準確咁令到佢撲出嚟？呢個係戴諾特要考慮嘅問題。